这样黄奕看到李明阳哥出新的专辑了哈，跟着新的专辑来对的，哇，这个型男的样子呢，自从他有一盖拍子的 MV 来对哈，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胡渣的胡子呢哈，他拍子的音啊，那东西是不是呢？是好像是为了那歌曲的那个剧情哈。然后呢，去拍了以后呢，突然发现说，哎呦，一劳这个翠秋哈，留点胡渣还蛮好看的哈。所以，在这熊新的专辑里面，我们就看到他新的造型。掌声欢迎李明阳！嗨，斌哥你好，啊，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对哈，我都要讲的哈，就是这个艺术对吧？那次是怎么样？这个那个你还记得吗？有一点点去工作的，也得打拼的那个。而且画面还蛮感人的呢。对，其实一首 MV 呢，让大家印象深刻，叫做《坚强的男人》。是啊，日头行黄昏，月亮行天光，我行手拿酸，厝内就无三顿。哎呦，这心酸的啦。所以讲迄个 MV 吼，我唔知安怎，不知不觉哦，一徛到迄个现场哦，导演讲543。我就想到阮爸爸的眼神，就跟他讲阮爸爸上身感款啊，我迄个整个男孩子对家庭的迄个责任，整个那个眼神跟那个肩膀的那个感觉呢，整个责任感就出来。对，而且那个神情里面很深情。对，我想深情不是刚刚讲咱普通时在讲什么男女的感情，哈，是为对这个家庭，对建立迄个责任感哦。是。所以你看我到现在印象深刻，所以。那是你第一次留胡渣吗？我第一遍，就敢若讲我昨有去看世界第一棒，哦，就敢若讲，一个迄个算咧，咱讲吼，迄凤梨园安尼，当饲一个家庭。我感觉讲做这代志，就是讲咱的爸爸妈妈，互咱足感动。咱的血脉当中，跟咱的人生历练当中，拢其实有进入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努力的过程。有啦，所以咱伫外口拄着困难呢，嘛会想着，爸爸妈妈的遮辛苦的当通过啊。咱是安那袂当啉奶一条路甲直直来行。对。有当艰苦，莫甲伊当做吼是一种埋怨，爱甲伊当做是真啊。咱讲吼，食苦敢若食补咁意思嘛，爱勉励家己。对啊，较正面思考的哈。其实我会讲拄着代志的时阵哦，你安怎想拢无好啦。你无较正面想的时阵，你其实越想负面哈，做起成绩是愈歹愈差啦。有影啊，对不？你就真正你真正你讲你咧怨叹，你咧想啥物无公平，真正解决代志无可能。对，有当时你讲伫外口啊，真的是开车小可去 A 掉，你也想讲加载我当然小可 A 掉呢。你若去底下那个吵吵闹闹，有当时你也看，万一那个车祸是很严重，那怎么办？你也个想安正面思考，你的心情更较好啊。对，你像吼，你咧底下动的时阵吼，我感觉你的时间了底下吼，结果是差不多的。对，当然咱讲有这边警察来处理啦，还是讲合理的迄个赔偿啊什么，我感觉你心内已经有一个定数的时阵哦，都毋免底下一直要争赢吼你安怎，你就是安怎个安怎，其实讲起来拢假啦，因为发生啊嘛，无对。所以讲伫咱的日常这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咱会拄着足侪，你感觉讲哪会遐无公平？就敢若欠天一地类的艺术款。大家问讲，欠天一地类是啥物意思啊？其实吼，民国我头下摕着这首新歌的时阵，我家己嘛问讲。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是欠什么啦？哈，啦，后来才知讲，其实老天爷已经予咱足好的环境。台湾这个土地当中，就是爱靠你去拍拼的。你去拍拼当中，一定会拄着困难，讲无做无难。你做了会感觉讲那遐有问题，拄着问题就是爱去解决。天父予咱一个机会咱得甲感谢。所以咱袂使伫伊面头前来埋怨，来怨叹。所以讲爱互伊感觉讲，咱安怎都袂使流这个目屎就是刚刚讲男儿呢可以流血不能流汗，流泪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对，对所以讲这首歌嘛是一个有感动有气魄的歌哈。咱讲张燕青老师的作品通常拢较重口味哈。对，真正讲的张老师的作品但是也是一种挑战。安怎讲？对我来讲，一种挑战，因为大家拢对我一下有你的声气，这种比较温暖的声音。然后甲即马要想要飞，这种比较有气口，比较较畅快的物件，对民谣来讲嘛是一种挑战但是我感觉
自从上一张《坚强的男人》一样的开始有这种在那一块当中呢，自我在做一些挑战，就有得到听众朋友您的一点的肯定啊，所以这一次呢 ，Cam Teach 地雷延续这个感觉。好，咱讲较济啊哈，来可能真侪听众明白咧想讲，这歌词内底到底咧写啥物？因为歌名跟歌词一定有这个相连结的意思嘛哈。等一下我们这个李明阳唱完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哈。是安怎伫咧这个天公伯啊，互咱遐尼好的这个环境，还是讲遐尼这个有机会互你去拍拼的时阵呢，不要轻易的放弃哈。你若家己放弃都拢无啊。哦，咱来听这首歌，李明阳的新歌《欠天一地雷》。想要飞，欠是一对，想要走，怪路无边。坚强的勇气，要行的路，我不惊那顶天。一声希望，我用歌声唱安慰，要爱的人，不予伊这苦滋味。若了解，请你送我花一蕊。想要飞，欠是一对；想要走，怪路无边。我无怨叹的本钱，也无悲伤的地位，无论命运怎创治，今生会许我。欠天一地雷。坚强的勇气，要行的路，我不惊那顶天。一声希望，我用歌声唱安慰，要爱的人，不予伊这苦滋味。若了解，请你送我花一蕊。想要飞，欠是一对；想要走，怪路无边。我无怨叹的本钱，也无悲伤的地位，无论命运怎创治，今生会许我。欠天一地雷，想要飞，欠是一对；想要走，怪路无边。我无怨叹的本钱，也无悲伤的地位。无论命运怎创治，今生会许我永远欠天一地雷。
今日这个宾国边也是李明阳哈，这里讲到这个新歌欠天一地雷哈，头一届摕到的时候嘛。不哩要歹念啦吼，讲欠什么吼，普通时拢家己咧讲，我欠啥啦，你欠啥对吧？吼，不是欠人情就是欠钱啦，欠感情啦，哦，欠天一地雷哦，那个这个呢是老师花的心思去想的创意哈，对，好，除了这首歌以外呢，这个新专辑里面哈，我们要好好来给他剖析一下。这个新的专辑内底，我发现讲，那是张燕青老师做的这做。哈，还有另外2个团队哈，是，其实讲起来好戏唱片嘛，就用心伫明阳这个专辑顶面吼，咧想要做一个改变，敢若讲伊发觉讲我唱的歌咯，慢慢有比较较跨面所以讲嘛有找到江志峰老师情歌王子，对，我感觉伊老师咧写我的歌，伊嘛总掌握着我的这个口味所以讲一首。叫做改药，这首歌延续着，希望大家当会记我，对了我改变着无共款的歌路，伊我嘛延续专辑内底有这个武烈侠气这个气味的歌曲所以有写这首改药，对，解药了哈，然后呢，还有一位这个廖伟志老师，最近嘛帮阮公司写做些歌曲，伊嘛有帮我写的一首歌曲，这种上熟悉的青云人，最熟悉的陌生人，哇，这首歌不是那个萧亚轩冇唱吗？对啊！那首歌在华语的这个歌单来的，也为他打下一个很好的成绩哈。不过我觉得这个对了，异曲同工了哈。像谁结婚人都是伫咱辛苦边啊，有当时哈，对吧哈？真的呢，古来并说无话讲，所以哈，我觉得找话题的人哈，都是辛苦最让上厉害。对，先发现我们周遭很多细节。但是可以用文字把它改下来。这边讲嘛做搞的，好凶啊！做创作的时候就是给大家一个画面哈，大家也在想看嘛呀哈。你甲你一个上熟悉的结婚人，敢是你上亲的亲人，或者是讲你感觉讲伊咧开嘴，你就知影讲后边要讲啥，你感觉神啊哈，无意思啊哈。有当下冷战的时候，对不对？2个在那边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朋友上好哦，我感觉伊哈大概拢是久就会卡一个电话，还是讲家己又要吃饭，有当下拢想无用嘛哈。但是我们都忘记主动的那件事情。所以每一次他一打，我就觉得哇，真的后加在7秒钟我自己的朋友。对，没有错，唔对。有当时咱拢会去体会着讲比如说宾果做无用的啦，咱嘛歹势甲伊用就是讲互相2个拢伫遐等来等去，有当时朋友当中夫妻之间嘛是共款啦。可是你看一转眼一下都5年6年，哇，都紧得过一转眼你囡仔大汉啦，所以讲做在朋友当中来讲，有时候一通电话，简讯。基本拢是安尼尔，但是要出来吃饭，其实我感觉更实际。真的，尤其明阳都在咧讲的哈，你若讲真的有一些男女朋友，还是说你朋友中间朋友你冷战感觉讲这个时阵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个性的时阵我感觉你也要退一步想一下，难得的缘分不要因为这个冷战就盯在那的拢无去啊，你知道是，这个气味无去的时阵，要约倒转来真正要抓倒转来无简单，真的。要维持足困难，但是你要甲跳伞足紧的，是啊，你只要无迄个心，你就放弃掉去啊，所以咱今摆甲迄个比较就是2个人在闹别扭的时候，先开口的那个人，我们要给他泼下个鼓励之类是，毕竟一心放下嘛对，这较伟大呀！我感觉这是足无简单的。我来大家2个拢要正赢。对，还咧就无解药啊是，我又谈有无解药。我们现在马上讲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江志峰帮这个明阳写的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讲我听明阳的专辑来对我都会给他一个评比，刚好我还给他一个排行榜，说我听完你10首歌以后呢，第1名、第2名，我写给他。其实我感觉讲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调整的，你知道？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熟那不是遐好的朋友，我嘛唔敢跟你讲这。因为每一个人拢音乐很主观嘛，对吧？做几个专辑啦，对吧？我是什么人，我又不是什么评审啊，是那个乐评人，但是我总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心情跟明阳来分享。